讲一日为师是天再为父，以后咱拢是同一家人。小米先生，请用茶。多谢。来起来。多谢老师。之前哈，你以后若是正式是我的学生啊。老师，思璇真欢喜，会当成为老师的医生。较早伫会当看到老师，就是伫观众席的时阵，也是伫电视上会当看到两位老师的表演。啊，到大学的时阵有机会甲老师学戏。也毋过伫大学毕业了后。就是因为身体的关系，就离开歌仔戏。迄当阵感觉讲家己演戏无进步，所以想讲高连老师就会对我失望，所以我想讲就先休困一段时间，一直到2020年剧校办金奖活动的时阵，两位老师来学校。当评审，两位老师看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身体有较好无？啥物时阵要来演戏？迄当阵我也真感动，因为我想我离开了，老师可能会袂记我。也毋过，我想着老师还是心内也是有想我讲。一个学生啥物时阵身体较好啊，会当转来演戏，所以就咧鼓励老师就讲，哇，你身体较好啊，老师拄好有一个演出要找你演，你来演《李梦姐》。我迄当阵听着我真正真欢喜，家己感觉家己真荣幸，会当互老师记伫咧心内，安尼挂心。也毋过也是对老师真失礼，就是。身为学生，无应该互老师烦恼，所以今年有即个机会会当做老师的艺生，所以老师我以后若是有做毋对的所在，也是有演了无好，请老师一定爱真严格甲我教，甲我讲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继续进步，甲互老师感觉很荣耀有我即个学生，我会继续。努力进步，请老师用。之前哈，你会记得伫差不多2、3年前，老师是毋是甲你讲，之前有一天老师若是真正做人间国宝，你有愿意做老师的艺生无？哦。你有答应对无？对。后来你就离开剧团啦。对。我就讲之前真无彩，吼。戏做了袂歹，爱着身体关系才会离开。是。想要到搁再旧年，搁再相逢。是。我才感觉讲，阮去做验收的时阵，感觉有进步啊，做了真好，安尼。所以王老师才讲，叫你来做李梦姐。你的表演袂歹，无老师失望，以后老师会搁再认真来甲恁传教。希望你嘛爱认真学。我会认真学。好，来。